煤氣公司一直以嚟都積極舉辦各類型嘅社區教育活動，加深下一代對新能源同埋可持續發展嘅認識。今年我哋配合香港氫能發展，特別舉辦煤氣綠火焰氫造城市設計比賽，鼓勵學生發揮創意，構思全新嘅氫能應用場景，展現佢哋對未來氫能城市嘅想像。喺今次比賽，煤氣公司為參賽隊伍安排咗一系列嘅免費課堂、動手 STEAM 工作坊同埋參觀活動，俾學生學習氫能背後嘅科學原理，亦都了解氫能喺建築、交通運輸等行業嘅應用實例同埋優勢。喺初賽階段，我哋邀請所有隊伍參加氫能實驗工作坊，體驗水電解實驗去製造氫氣資源。學生亦都會到訪煤氣公司嘅總部，認識能源企業嘅日常運作，接觸真實運作嘅氫能應用系統。今日我嚟呢個工作坊，發現原來氫氣充電快㗎喎。我哋知道氫能咧係可以喺地下面嗰啲管嗰度傳嚟傳去嘅。啱啱個工作坊係好玩嘅，可以將個風扇推動，然之後轉。我哋學咗關於氫氣點樣製造同埋氫氣嘅運用啦。我覺得頭先個實驗亦都幾好玩嘅。今日我哋仲參觀咗好多唔同嘅地方，包括有停車場嘅氫能叉電，令我大開眼界。今次嘅工作坊，學生有機會做實驗，咁透過參觀，佢哋又認識到新能源嘅發展。所以希望透過今次嘅活動，學生可以有一個機會去親身去接觸啦，或者去認識氫能呢個新能源嘅。進入決賽階段，晉級嘅隊伍就可以參加氫能模型車競賽，親手組裝氫能車，學習氫能對比其他能源嘅應用優勢。另外，同學亦都可以參觀機電工程署嘅總部，加深對能源科學同埋創科知識嘅理解。我覺得參加呢一個工作坊好開心啦，好好玩，因為我哋可以親手砌一架氫能嘅車啦。然之後我去裝咗淨係一個針筒咁多嘅氫能，佢已經可以推一架車行好遠。我印象最深刻就係氫能世界車，目前有3部啦，咁就而家喺香港度運行緊嘅。而我啱啱睇到嘅機械狗同埋機械波，原來佢哋嘅用好多，而且可以幫助到我哋日常生活嘅各種範疇。我哋都想呢啲學生呢都去學習一下呢氫能呢一種嘅新能源呢，究竟係點樣環保啦，同埋點樣應用？因為呢一啲嘅知識啦，其實呢暫時呢都仲未涵蓋喺而家小學科學科嘅知識裏邊嘅。同學裝備好氫能知識之後，就會着手構思氫能應用方案，並以模型展示突顯氫能多元應用嘅可能性。今次嘅比賽反應熱烈，有接近60間嘅學校參與，反映學界着重能源科學課題，希望學生可以透過比賽同埋多元嘅校外學習經歷，吸收氫能嘅相關知識。未來煤氣公司會持續推動新能源發展，並向新一代加強推廣能源科學，普及 ESG 概念，聯同各界一齊建設可持續發展嘅未來。